今日好榮幸，我哋請到 Aroma Channel 嘅葉先生同我哋講解下佢個產品嘅。咁我哋嘅產品咧，主要都係啲膏狀嘅我哋茶嘅，主要係純天然草本植物去做配方咯。咁第一個我哋主要係自己研發嘅咧，喺呢個日內瓦咧攞咗個發明獎，同埋喺香港已經註冊咗專利㗎啦。大概都有7-8年度啦。咁主要針對我哋嘅膏咧，好多鼻炎啦、鼻敏感啦。所有嘅鼻嘅問題咧，咁尤其是小朋友咧，佢好多而家係開始多年輕化咗咯，有呢個瞓覺啦、去睡眠啦、去鼻塞啦，就主要針對呢個問題咯。咁如果我哋個膏咧就好簡單，我哋用翻中醫嘅理念啦，譬如喺佢嗰個迎香穴嗰度去做一個按摩，搽啲膏落去，等個功效滲入落個膏裏邊。咁如果嚴重嘅鼻敏感啊、鼻竇炎嘅問題咧，咁我哋咧就會用呢個棉花棒咧，輕輕咧撩落去喺個鼻腔裏邊咧，喺個鼻黏膜直接可以滲透得快啲咯。而家我哋講另一個產品咧，就要關於小朋友嘅脾胃嘅健脾益肺嘅呢個骨子膏。如果所有嘅小朋友嘅問題咧，因為中醫有講呢個脾胃不和、餓不安，佢脾胃唔好咧，影響佢嘅睡眠。咁變咗有咳嗽啊、傷風啊，好多嘅小問題咧，喺度發生嘅。咁呢個產品咧，就針對咧由小朋友開始細個開始去保養咯。而家我再講另一隻膏，就係關於啲咳嗽嘅，係叫做尤加利按摩丸膏。而家小朋友好多時咧，因為傷風感冒之後咧，佢就會喉嚨發炎，引發佢咳嗽。又係用翻中醫嘅理論，呢隻膏咧係針對佢咳嗽嘅，引發佢自己嘅免疫系統，強化嗰個呼吸功能咯。而家我再介紹另一個產品咧，就有關於傷風感冒嘅，叫羅文莎按摩膏，係主要係針對小朋友咧。而家流感好行咧，就傷風感冒啊、流鼻水啊，好多小朋友都會有呢啲咁嘅普遍嘅症狀。咁如果我用呢個按摩膏咧，主要係用翻中醫嘅理論，用翻嗰個小兒按摩嘅手法咧，將我哋膏嗰個功效咧就係加強咗佢，令佢個肺功能咧會強化啲咯。頭先講完我哋啲嬰兒產品啦，而家我哋講翻啲有關啲成人用嘅產品啦。輕型植萃油咧，主要係針對脂肪多餘嘅地方啦，譬如啲拜拜肉啦、肚腩啦，咁用啲天然嘅植物嘅配方，咁我哋有效幫佢燃燒嘅脂肪，跟住排出體外。而家講緊另一個產品咧，就係豐胸植萃油啦，主要係針對啲嘅女士咧，產後身材咧，豐胸緊緻咯。另一隻產品咧就係玫瑰益暖油咯，主要係針對女性嘅宮寒啦、一切子宮嘅問題啦，將佢強化佢嘅子宮肌嗰個功能咯，同埋產後做一個保養護理咯。另一個產品咧主要係補腎脾陽，係針對男士嘅，叫檀香益元油，主要係針對男士嘅腎虛啦、腎功能嘅虛弱啦，同埋更年期啦。咁而家係我應該係早預防咯。